人再去渴望自取的人因。
不见先生去他呢？先生，请用茶。先生可知叫俺难杀恩师，刚才也哭过一声了。我将真心痛悔，我也十分喜爱。叫俺他虽然要我，一定要认识先生。杀必为了赴考，我也杀不得离开他哟。先生，你何必心急？我是怕耽误了考级，耽误了又怎样？尽苦不了，又要等3年呐！再等3年也不长啊！哎呀，夫人啊，我的今子这3年难熬啊！莫非也还在早了？不，夫人快快待我，仿佛有声飘零一声，这有暖桥哭泣。这暖桥何必灵气不动？夫人那。
弄好不要啥不吃苦的，干好的事情有啥苦的？先生曰：“君子是何也？其苦一生而惜乎？”好，根本侬就考，何有何用？先生说过，他在我是当孙永公读书，才是也好处噻，根本侬就走。是当孙永公读书，是故君子动而之为天下道，言而之为天下正。对呀，公子自有亲德，夫人在而有分德。好的，将来还是知道的。哎呀，王总，你又要下个头了，走，我营业去。好，巡夜去。
万众长美。来。
配合之身，要了这女君子啊，君子难求啊！李二王子偏后三番起来日，偏后三番起来日。先生，20多对，关于心思长巧呀，那不是长巧，是名词。不光是字巧，我咋听见一来了唱？愿我岁岁前来见。哎，俺这先生要去这条牛去观看呀！先生是在朗读，第二房子骗我三番起来时，这是啥个意思啊？哎呀！快一大杯公子读诗，连这样的名句都不懂。我不懂。哎，侬懂？侬倒刚刚看啊！我听夫人讲解过，他的意思是，有人等不到先生人来，故而悄悄探访，实际的很你。这先生样的心上人，又把你好懂了。这是读诗人的名词。哎，你管他有人等我等等。哎，是嘞。我看夫人要是认同先生，配人一对，这倒是张男子。嘿，我羞涩，夫人乃是世间之人。谁呀？我。你是谁呀？我嘛，就是我。哎呀，不来了！哎呀，这个东西是啊！夫人，像是生生过夜，你到此是雷先生从官官的。有生生在南方心事，夫人不是关照，请随我一拜，随我一拜哦！哎呀，拜上之地，还是先请开门。对，开门，开门呐！哎，夫人既然要送伯说，为何把钱不送，偏叫收银才送？哦，莫非他真的有情于我？有情于我啊！我在门外久等了。哎呦，这个也能复活9里门外，岂非要把他嘟完了啊？来了！
先生了。不，夫人，请容夫人，请用茶。先生府考虚用婉转，才2两银子，请先生笑纳。哎呀，真个有劳夫人破壁，区小爷何必挂齿？此事有甚愧领了。先生，我这里还余还2两银子，夫人，这又是何意呀？发现先生上夜，夫人终于不从宫外回来，才2两银子，却说先生反悔的还算。夫人自此待我，这就有甚是何罪的？是何罪吧？先生不在，莫非不想回来了？不，那再请收下吧。铁了，不是主人，还有何言吩咐话？上次不过，先生在外私人视察，很起身助以为报。夫人对我义容恩深，有甚有事不忘？先生上夜，夫人终于不从宫外回来，一身形容官去反正，请人起身一拜。他好听的话。
吧。主人大恩，有为多报。
回来了，禀小姐，姑爷回来了，正在书房里。此次带路去书房。是。若生这厢有礼了啊！夫人，我替你去打。不用，官人，你是非生死不丧。
没有啊！那为何为得不来，不点来请我？啊，只因下官有竟要公门在即，故而疏礼。哦，与公门在即，我还以为官人要在为期面前拜拜官家之面。下官何曾在夫人面前拜官家之后？是啊，官人总按记得，你这官位是从何而来？此算是老乡的顾忌。那是为妻30年的文人，也忠心于你。是啊，夫人乃是我大大的恩人哦。官人，你要知道，为妻平生最恨看心肺之疼。官人，你批公门要紧，为妻会忘记了。夫人。这就是我的千金夫人哦。
你的功德可曾批好？出者为出，暂未批我。哦，此次今日问地不长，得为天来看看。不，怎会有劳夫人，有劳夫人，官人。一恨，说官人为花心子，在预防一开门，会上必上两字，横风动之处三分。好啊，原来是一首贤妻名妇。不，夫人下官是从树上抄来的，你们在哪里？此处在红房子。本年年与新名字，你后言不是我本将士，我管着教子老夫，这才能见识一真情，应不断长儿子，此心话也没理子，怪不得我是后你是病，怪不得你我自己精神可是自主，今朝在正用我身，生死天边我可是最忙中看，只用地开口，来，点到两个年纪，比你死，夫人冤枉你，那你与我总得讲来。哎呀，夫人呐，想当初也是求得有心结果，可下过也不能自负洁身，而不是外他面前，故而修一礼仪，合理举分，就是他两字正常修而去啊。夫人所言，歌曲之日，少少的从必有功啊！哼，既无歌曲，那始终无言无伤身，无言与会恩啊！呀，不必是伤人是他哦。哥这门至此，确真完全。不管此事，大可为我所用。当今皇上一道身，身为臣心不是风风百年不上成年夫，一心的必
请父亲叫求见。不急，罗大人这有要事请教，一定要见。如此，请来司马相见。是。有请罗大人。来，也请坐，谢坐。言起此来，不知有何见解？恩子，这年升到红王子，前来娘亲言语事。他虽的无辜而得真，见证真是你恩师。请小弟表里娘亲做点饭，我已相亲的真真是，请皇上为我进门。请着应相告啊！眼亲啊，你那道是风大冲城啊，此话怎解？至于你母亲怎么样？你母亲他不是都是此等。夫人，你我母亲亲不在心，你岂有无人不知，谁生不惧？你怎光无端泼他脏水？我泼他脏水？等你母亲自己去吧。夫人，我母亲就是他给了两字，一切便知。给了两字。好，这个为家本不明白，再来对比告辞。眼前，我可是为你在皇上跟前歌颂颂的呀，告诉你，
要暖也暖不自交。那天还接送，我以为他姐姐长大反悔了。
现在已经用亏，为什么愁眉不作？这个莫非一路劳顿，生死不杀？不，莫非上位凤冠是粗俗光为怕娘责归？也不是，那究竟为了何事？为了，哎呀，孩儿，今日功名政策立该高兴才是，恰为我吞吐，欲挖不佳，你自身心气为了不成？不，娘，请信是儿不孝是贼。哎呀，孩儿，好话对话，娘都不怪罪于你，快起来讲，都得母亲。母亲，儿有今日先靠娘，三餐会恩定面上，儿为娘年三十之岁3岁，请记表儿已送到金边上。你在怎讲？儿以为娘在金边取经王张玉嫔礼部圣人，不想当君礼部之郎正在儿当年也是神勇先生，神勇他在儿不给张扬，不给罪本，不给把他处死的。儿追问先生有言无证，师母言道原明知道我的母亲非要两生是空翻
你也把灵魂，落脚哪里？落脚哪里？里面无人喧哗。名字落脚，孙子带他走。是，什么？请我落脚分房不才，甚至这里有欺君之罪。走，且慢。天下万岁，万岁！众卿禀奏，万岁！提升传旨。生子，曾用礼千金，请旨立之。正卿还非举本，况为自人清朝典范。这今生礼不上书，李千金结业有功，可否一品不争，颁之天下，请旨谢万岁。
上前。提臣传旨，今日落轿，千金皇上贼不可杀，推出我们3岁。若家政母也是在殿下可很冤枉啊！万岁！这引武大官办上理应同犯。万岁！这一位也是这个毛子汉冤，别于原威。是啊，万岁不好，进朝一书。宣言日上令，领旨。我家冤从何来？700岁，还比应是内我所为，落家不知。落家不知。啊！万岁！今天这份一纸千钧，只为在，不知也为臣。啊！老相婆，先生曰：知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岂可问而反之？你老相婆，不知在不才，此乃先生之名言啊！万岁！这应无百外人杰，万万相变，一城之间，应先战其母，二战其子。自然不断，岂不叫天下发心，将我早定令定武，承报应封好，先把这银物抬出府门。万岁，刀下留thần。真亲。万岁，曾以为杀得财母八瓦之祸，也好叫他死而无冤。是啊，是啊。用你走了。7万岁，昨天何必重罪？是这次计业不知其害。这计业是谁父国国分界，口不结分，谁命夫？那儿呢？公平万岁赢了。这是何法？此乃命夫断子了断子？这是何意呀？万岁，兄弟，当年何必这么说？命夫
王众四顾闭门，本想从此了结大事，这次皇父上梦，小父失众子不用亲生，我在孤身不明，决心收业做成，未能改变贵政，挥刀是斩断此计。奉父听闻，切莫病情，3年交通养儿成成，所以叫不知王子不明英定，为母亲情，当年这是真将条命，怎么而欺君列贼，冤枉其臣这时我与这时不明，请教英明君王进门，终为大臣，外上表亲近，先也不知何为小情，不知这叶家贼小情在少不义，是此次的公义不公，平于不平，他是上王不明，操见生命，岂必有道理其身越枉当生命？这不上你一言之差，使人终生遗恨，所说天不到死地不宽容，君父大人民不良心，千刀万剐，万剐千刀，应该与我延续一生的干担当一生，命不出言，区区之在自自己身，为于不幸，转之为臣，恳请万岁严明万岁，屈令这身，母娘外小心烦躁，非难报应，令百姓亲父不平，文之万岁，叫民不死不民莫，官来有体，民女正是这乱困之万万他听令，困之万万他听令，万他听一言风明，一位喜，一位笑，一位烈，这真是做全相，天下大赢啊！杀若教无罪，别万岁。言日天子，真是你良知第几，万劫苦风，金边一块，糟糕天自从你
万岁快是龙门，小国民族风我儿面祖刀下归，与南城家一百名，我不愿两自己金缕瓦冰，我不愿万岁苦功遭骂名，我不愿金殿之变遭天下，我不愿这儿结婚此雕身，我不愿一不结兵一不亲，我不愿举家方可惜并家珍，此生不忘最自由，怎愿平安不三生，怎愿永居天门境，怎愿莫非自己生，自愿三乡还民间，怎愿不见功名争，自愿万岁，这两子的经乃是我造下啊，把子流放啊！万岁，这御史金殿乃皇上圣德，无非的。对呀，万岁金口玉言，万难更改。不枉朕之下，万难更改，退朝。